今次咧就要介紹點樣去做一條簡單嘅錯題。或者咧，小林看書，從第一頁看起，每天看7頁，看了4天後，第5天該從第幾頁看起？咁第一日睇嘅咩頁數咧？第一日會睇嘅咧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咁第二日開始睇嘅咧就係第8，即係1加7㗎啦。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咁第三日開始咧就係15頁開始睇，一路咧就睇到21頁。第4日開始睇咧就係22，去到28頁。咁最後第5日開始睇嘅咧就係29頁啦。所以答案咧就係29。